往年国际蓝展期间，差不多拢会有20-30万人潮进来看展。不过今年为了防疫，市府将2020国际蓝展改为遍地开花模式举办，在全市各区总共24处景点，以微型蓝展的方式，让游客来观光佚佗的时阵，顺线还会当看兰花。台湾国际蓝展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办法开展，然后就把这些开展的兰花都放在全台南24个景点来做这个遍地开花的动作。记得去年也有做遍地开花，也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做集中展示。但去年的兰花是因为已经布置在后壁的兰花展的现场了，那临时宣布没有办法举办，所以说直接从兰花展的现场直接把它移至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去年第一个成本比较高，因为这个篮鞋他们要运送2次，他们要运到后壁，然后布展，然后又要运到别的地方再布展，所以说这次是直接从这个温室里面直接再来这边，所以说可以再送的规模跟花朵的数目比较多。市府观光旅游局也特别为民众规划4条看兰花的旅游路线，提供给游客做选择。第一，水山博览兰游所以从虎头皮当作是一个起点可以到左镇山上跟我们的南营天文馆大内那游程2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北台南的这个艺文赏兰游我们整合了文化局包含说像文化中心、八角楼、武承恩公园、筱楼文化园区跟总研艺文中心那第3条游程是什么？我们所谓的东台南的这个文青赏兰游就会有我们的永康在永康的市立总图的一个新馆，以及我们的藏经阁，那也是在东区文化中心，还有我们的虎行山的这个虎行公园的这个采菊生活馆那最后第4个游程呢，我们推荐大家老台南路线就是我们的老台南双城赏兰游有这个赤坎楼啦、西门的浅草市场阿萨库萨，还有我们的蓝晒图园区、水交社文化园区，以及我们的安平古堡虎头埤风景区是市府第一个布置完成的景点。另外，在指定化石园区、山上水道博物馆、大内兰营天文馆、嘉义小龙园区、安平古堡等20处各区的景点，嘛正在赶工布置当中。市府配合防疫，将2020国际兰展换一个方式来办理，让兰展在台南各地遍地开花。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